记茶库，圳沟边迄丛银花是园仔内上大丛的树仔，远远看去差不多有4层楼仔遐悬。拄过几若届的风台，都拢无准闻着，较会知影为新历8月20起，日连暝，暝连日，直透落雨。有精彩的是大甲细尔，颠倒人时无人日，就安尼连续落我买1月日了后，雄雄嘣一声，响落来涂骹兜，缀着甲巴拉园隔界的铁网仔，怀伫出入的路喙，好佳在无喊着人甲车。铁网仔扣起，佮甲固定网仔的2寸铁管扭歪3支，伸手出大力，甲桥嘛煞袂正，着爱掘深落去甲水泥甲拍掉，顶代新的铁管才有解。连铁网仔嘛爱买新的甲补起来。毋过，这拢会当看寒仔时的工课，连工找有人帮才来做。现现火烧白白的，是一颗响伫路喙的大叉，甲出入的路炸去。明仔载起，我会去台北找人，高铁的票嘛买啊，车驶袂出去，就无法度去好尾站坐车，定着爱透暝清一条路出来，互车闪会得过就好啊。外口的雨真大。我甲阿雄举手电仔穿雨满，去站景找2支正赖的新机仔。阿雄毋捌做实过，我惊伊记着家己，就吩咐伊用手电仔照路，佮负责甲记落来的插话，暂请刷去袂挡路的所在放就好。好佳在银华的插身无界定，机仔佮有赖。头尾舞差不多1:30钟，才甲塌路的车库刷甲哩哩哩。上无明仔载有才调甲车驶出去，袂去碍着我的工课。甲高中同学开会到下晡4:30煞，赶坐捷运到台北站，有买着5:11的车纸。坐伫高铁的车内，我家己咧想。瓦金盘的树头还有一大截平长记的，搁较粗的叉箍，直径有甲50公分遐粗，是要安怎记咧？长得用的手机仔总长嘛才35公分，根本就无依法，就随有买1支连仔记来做工课的心念。停候婚林站到位。行去泊车的所在，驶车出来到大路，人未到厝，就杀一个主心定，要先挖去斗六一间足大间的五金行遐看鸡丝头，真正开8000块买1支日本製的连仔记，头家真紧就甲新机仔做好好势，佮教我爱安怎加油，安怎人互振动，现场佮试看会发动袂。摕转来到厝，天就暗面蒙山了。怀直要做哩工课，先食暗顿互饱，按算明仔载才要去顾调查。过工透早，阿雄做二手，我杀连仔记甲剩的树头记好一圈一圈，佮为较低的巴拉园内配2支铁管，随圈仔甲连起来羽毛球场囥。2个人真黏无力，煞甲寒流接地，强要无气去。好伫有买连仔记来用，若无干那使迄支手机仔，下尾无甲第时嘛还毋知。总是工课若会当顺办，就准讲要食一副猪肝，刣1只猪，我嘛甘愿。